办活啊！全单都这么多了，这钱不够。老板，能不能多给点啊？半壶不错了，这点钱明天半壶都买不了。你行行好吧，给他半壶。老板。 你这钱不够。太原不是山西的首府吗？怎么这么萧条啊？全指着这点粮食了。给他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行行好吧。有钱没钱？没钱滚蛋！老板，我已经5天没吃东西了。怎么买啊你？大姐，请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哎，买米啊！谢谢。买米？这城中只有这一家粮铺吗？为什么要排这么长的队伍啊？给你。这位小兄弟啊，您是过路的外地人吗？难道您不知道这里遭遇了几10年不遇的旱灾？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买不买啊你？只不过这朝廷不是已经调拨了赈灾粮吗？你们都没有领到吗？你还说朝廷的赈灾粮，我们一粒都没见到，只看到这米铺的米价，倒是翻了翻的往上翻跟头。吃不起饭了。老板，这儿的米怎么卖啊？你们那边不是有告示吗？自己看去。还要涨价呀？半壶，给他半壶。好嘞，半壶，后面跟上。买不买你？是啊，饭都吃不起了。后面跟上，给他半壶。行了，走吧。米卖每斗2000钱。下一个。哎，接着点儿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下来？哎，你以前跑江湖的时候，这米卖什么价格？那要看是丰年还是小年了。如果是丰年的话，1升差不多每升约10到12钱，1斗是10升，所以差不多就是100到120。但如果是小年的话，收成不好，那价格会翻1倍，差不多每斗200到240钱。龙小弟，你知道2000钱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强。若在以往啊，能买头猪了。不行，走。主子，下一个，给他。您先别着急啊，咱们还是先办完舒总兵的事儿吧。走吧，要买赶快啊！明天又不是这价了，快点啊！你们这群刁民不要命了吗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巡抚衙门军机重地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胆敢硬闯，就按律拿你们下狱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还怕坐牢？快叫刘队长出来！对呀，出来！易欢呢？他呀，准是仗着自己轻功好，溜进府衙打探消息去了。这个丫头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带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好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稍安勿躁。想见刘大人可以，可是今天呀，他出去巡查了，你们围在这儿于事无补嘛。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冲进去了。对，冲进去！保退！我不想活了是吧？保退！我看谁敢上来！给我拦住！保退！嘘！拦住！赶紧扶着我呀！我数1、2、3，开门啊！乡亲们，你们不是要见刘大人吗？刘大人来了！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儿个天没亮，刘大人就去巡查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县，到现在呀，米水未进，大家看看，一脸菜色，啊，都饿瘦了。主子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，您都暂且忍着，省得咱们大草惊蛇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这么急着见本官，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说呀？听说皇上有令，
灾区的粥棚一天要供应早中晚3次，粥量可以果腹。眼下每日食粥1次不说，粥桶里的粥清的能看见人的影子，有的人的碗里连1粒米都没有啊！我刘德章有愧大家，愧对大家呀！难道朝廷真的没有给咱们拨付粮款吗？你看刘大人的脸色，的确像是多日不曾吃饱饭了。咱们那小皇帝一定忙着对付鳌拜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死活？乡亲们啊，我掏去心窝子说句实话，如今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受灾的不只是咱们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河北，同样是遭受了旱灾呀。想来，这当今的皇上，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呀。可是，朝廷难道就眼看着我们老百姓饿死？皇上在紫禁城里，一餐就有几十上百道菜，哪里知道我们老百姓吃糠咽土的苦处啊！唉，哪朝哪代不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诸位乡亲啊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现下朝廷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赈灾的粮款，乡亲们，再忍耐忍耐，大家再等一等。虽然本官不才，但是本官要与你们大家一起硬扛着，期盼着、等待着这个老天爷能够给我们开恩垂怜。乡亲们，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围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刘大人他一双手变不出来粮食，啊，大家呀得同甘共苦，对不对？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乡亲们，刚才我已经吩咐过周鹏了，啊，从本官的府上拿到仅有的几袋粮食，今夜给大家多设几桶粥。大家放心，我呢继续发文催促着朝廷，尽快给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，好吗？你们抬头看看啊，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乡亲们，大家都省下气力啊，都散了吧，回去歇着啊！哎，歇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哎呦散了吧，走。哎，文心啊，这刘德昭上的折子上面写的是8万6，哎，6万8千。韦主子，是68600公顷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个数字。那受灾人口是？受灾人口是23万4000人。对啊，我让索额图按照每人2两银子1担米的数额发放粮款，还增加了额外应对特殊情况的粮钱，一共是文银50万两，
粮食30万担。文心，你的记性很好啊。啊，那日臣妾陪皇上在御书房下棋，皇上突然接到刘德昭的奏折，就随口念了出来，臣妾也就无意间记下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啊！臣妾别无所长，唯有这巧记之功，还算拿得出手。但愿能为皇上效力。这刘德昭上报的灾情数字，比我此次出巡实地考察的数字多出了1倍。我是按照他上报的数字核发了救灾钱粮，就算他们层层截留，就算他们截留一半，那剩下的钱粮也应该足够灾民们对付到下一个收获季。可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许刘德昭他们截留了不止一半呢。可我看刘德昭那一脸菜色的样子，可不是我想象中贪婪无度的样子。龙小弟，你上当了。主子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们悄悄潜入了他的府邸，不去当戏子，真是浪费了他的表演天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一进府，完全变了个人。快快，老爷，哎，赶紧坐下坐下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别站着了，赶紧给摁。哎，热坏了吧？怎么样？这些刁民都散了。散了。哼，这些刁民虽然说是刁蛮，但是也好糊弄。也亏你想得出来，用这菜汁敷面，这效果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。见老爷都一脸菜色，那些刁民自然也不好再为难老爷了。这回去埋怨朝廷赈灾不利。想老爷了吧？那是。来，让老爷香一个。哎呦，老爷，这菜汁弄我一脸。这样，我先给老爷洗洗脸啊。洗脸，洗完了脸再香香。这习惯怎么了？特意给你弄这个。这个刘德昭，连他小老婆房间里都是冰块。哎，据听说他府里的冰窖比他整个府还要大，冬天藏的冰块够他们用整个夏天了。随后，刘德昭把按察使大人、跟布政使大人等几个亲近的官员，还有几个大粮商们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会，商议对策。大人，下官已去了书府吊唁，会过了钦差龙大人。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前来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钦差龙三来我山西太原府办案，却不来我这知府召会一声。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拿枪做事不好相处之人呐。你们以后办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人家抓住咱们什么把柄。大人放心，那钦差只是针对书剑遇刺一案，那义成已经自尽，死无对证，他也奈何不了咱们呢。别的钦差呢，我多少知道点背景，多少呢能够找出点突破口来。唯独这个钦差龙三，我从未听说过。我这心里着实还有些不踏实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已发动京城的所有关系来打探这个龙大人的背景了。像这种从来没听说过的钦差，多半是寒门出身，说不定啊是从什么偏远的地方提上来的。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，其实这个时候正是如饥似渴啊！大不了咱们多多破费，把他喂饱了就是了嘛。就是啊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才能喂饱我，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价钱。他们这些人在如何对付钦差方面，显然是经验丰富的。他们对于主子的到来有所警惕，但并不十分在意。很快就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商讨继续哄抬粮价，用赈灾的粮食再狠捞一笔，同时上旨夸大旱情，向朝廷索要更多的赈灾粮款。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则派人暗杀。对了，他的小舅子裘贵也在其中，说是圈地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杨怀村那块地，如今已经是刘家的产业了。这样，
我要以钦差大臣龙三的名义去见刘德昭，让他放银放粮。主子，您切莫冲动啊！您手里那道圣旨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您来这趟就只是调查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可没说让您插手山西的政务啊。而且，刘德昭他们早就把赈灾的粮款从官仓中转移了，到时候他带着主子去空空的粮仓银库转一圈，推说那些粮款早已发放完毕了，主子又能奈何？那我就让他交出已经核发粮款的账册。哎呀，可是主子，您这手里没有圣旨，越权插手地方政务，刘德昭他根本不会买您的账，不可能交出账册来的。刘德昭要伪造账册也容易，到底有多少灾民？这些灾民姓氏名谁，家住何处？难道主子还有功夫一一去查验吗？这样，我们先想办法查出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存在什么地方，等有了银钱以后，就好逼他发放了。龙小弟，这点我跟大哥早就想好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查到地方了。真的？我早就说过，在宫里是你罩着我，出了宫可就是我罩着你啦。据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是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所以一等他们开完会，我们就偷偷的跟踪他来。羊角洞山西的局势，这个小孩子他还是嫩了点。诸位留步，请留步。两位大人，请了，请了。各位，请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呀，老天爷眷顾啊！这场旱灾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哎，哥几个，改日咱们得去庙里啊，上柱头香，求菩萨保佑，每年都来这么一回。话越牢，我请。结果发现，这个裘贵啊，在城外有一座庄园，庄园里面有10几座粮仓，里面全都是粮食。今年大旱，他的粮仓里面哪来那么多粮食啊？还不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？而且，我们在他的庄园里面还发现了一处银库，库中堆满了白花花的银两，都是5两一锭的官银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那里面的耗子都比正常的猫大，糟蹋多少粮食啊！那个刘德昭不就是一只硕鼠吗？这样，咱们带着那些灾民到那个裘贵的庄园去，让灾民看到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，我看刘德昭怎么解释。主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万万不可与刘德昭发生正面冲突啊！刘德昭敢暗杀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我就不信他还敢暗杀我这个钦差大臣龙三不成？皇上，你也知道您现在的身份只是个钦差大臣龙三啊，可是钦差大臣做事情哪有这么鲁莽的？有了事情不先和当地官府通气，反而要带着饥民去闹事，这刘德昭何须再需要借口暗杀？他直接就可以明着调兵遣将，把我们都给镇压了。到时候，他可以以钦差大臣带着灾民闹事的借口，把您押送回京城，说不定半路上他暗中派人假扮盗匪，把主子您给害了。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！是啊，主子，索大人说得对，这太原不比京城，这些地方的官也不比京官，您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。皇上，主子，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露面，只需暗中把消息泄露给灾民即可。是我一时冲动了。虽然我不宜露面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刘德昭到底是怎么应付这些灾民的。好吧，包在我身上，保准别人认不出你。怎么样，罗小弟，还不错吧？我这个易容术啊，超级厉害的。别说那个只在舒家灵堂见过你一面的山西地方官，就算是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认不出来你。这话不假。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大呀，记忆就是会的比我多呀。
不对，我现在是你爷爷啊！哎，乖孙子，摸摸头。走开！一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嘴上没长毛的童子鸡。你这样怎么当我爷爷啊？喏，给你一粒变声丸，帮你在12时辰之内改变声音。不过我这个变声丸很贵的，一粒丸差不多得要1两银子。什么？不是1两银子？你还当我是不知柴米油盐的笨皇帝啊？不是你告诉我，他用了什么材料？1两银子值吗？哇，龙小弟变聪明了，都骗不了你了啊！老大，你以后要想当这个仙商啊，难喽。真是个小气的皇帝。不过比起以前大手大脚的样子，我更喜欢你现在这样。真的？真的。舒服吧？舒服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舒婉欣这丫头还挺有能耐，进宫才2个月，摇身一变成了丽嫔娘娘。你这个小蹄子，怎么眼馋了？我有什么可眼馋的？咱们老爷不就是太原府的皇帝？咱们府里吃穿用度可不比那皇宫里差。你这小嘴巴巴的，还挺会说嘛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舒婉欣，人家肯定把这笔账算在老爷我的头上了。他肯定会让这个钦差不断的找老爷我的麻烦。那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咱们还像以前一样，给这个钦差大人送点礼，探探口风。还不是时候。我正在找人探查这个龙三的底细。他刚一来太原，我就上赶着给他送礼，那就会更该引起他的猜疑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还是老爷想的周到。来，香一个。大人，谁呀？舅老爷庄园那边出事了啊！既然你说没有私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瞧一瞧，对不对？对！打开，让我们进去，瞧一瞧，给我们个说法。吵啊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个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往前后退！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？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了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闪开，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您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着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！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，看他怎么说。他
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，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？你，哼！他说我们造谣，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。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的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不给我们粮食？为什么放粮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。大侠！难道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？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，祸国殃民。且夫，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你放屁！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，而是北方的大米。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，就全是北方的大米。谎言，我们！骗子！别吵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家里粮食这么多，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，其他的都是北方的大米。你们看这个球会。好啊，那你是何时从北方贩回大米来的呀？就是这个月。你撒谎！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，北方的粮行根本已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。你怎么解释？你是何人？
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，它不是北方大米？你又怎么知道这北方的粮行现在已无米可销？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。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不妨看看。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官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本府就借用了他求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两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啊，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！造反！来人呐，在！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，这个就是带头的。你抓他！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我的队长，请把人拿走，大人保护住他。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刚才探子来报，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主子您不利啊。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听我说啊，本父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！别听他胡说！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，这园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，谁敢强拿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杀头之罪呀！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，想借此让大家闹事，那是忤逆不当，那是要造反。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责，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，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，格杀勿论。
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姐夫，今儿亏的是你来了，你要不来，我太闲了我。不是你说你这小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啊，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，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。不听啊？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行行行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，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。哎，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舒婉心要为难咱们，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。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。哎，姐夫，我哪儿成啊？撤！什么人胆敢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？识相的就把钱留下，啊，还有马，马也得留下。义父，他们多半是附近牛角山寨的山匪。各位好汉，我们这随身携带的钱财物品可以留下来作为买路钱，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，需要马匹赶路，可不可以把马留给我？还请高抬贵手。哼，讨价还价，好啊！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留下，老子让你们命都留下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有话好说嘛。既然这样，那马就留给大家，钱财马匹都留给你们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哼！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好了只要钱财吗？大三，给我出！拦住他们！义父，你腿受伤了，没事，快走！撤！师兄，跑两个，怎么办？赶快发出讯号，让前面的人拦住他们。走！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。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玉八赞营地的必经之路。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不好，李氏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。你是觉得这帮杀手是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派来的？咱们此次调兵，可谓是十分隐秘。这些杀手是如何知晓的？这李公公在宫里30多年了。丽萍是舒总兵的女儿，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霸气子弟，他们个个来历清白，绝不会勾结杀手暗害我们。只有李氏兄妹，他们俩最可疑。义父，如果说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是乱党，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置我们2个于死地，恐怕皇上有危险。都怪我！
不该听皇上的，什么还要去调兵？我应该死谏皇上，让他赶快回京才对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该继续调兵，还是回去见皇上？他们跑不了太远，快跟上！不好，我们快跑！都10多天了，这索图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主子别担心，我已经安排2个侍卫兄弟去打探消息了。也不知道这索图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叶欢，要不然你们把刘德昭送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想办法换点粮食来赈济那些灾民吧。龙小弟，我本来就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想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欢妹，你又不知轻重了，怎能跟主子并称英雄呢？哎，无妨，在我的心里啊，易欢一直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有眼光，有度量。主子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！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金银珠宝去买大批的粮食，就会引起刘德昭和裘贵的注意，他们一定会识破主子跟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，向主子您下手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！李公公说的没错，刘德昭一定安排了诸多眼线盯着我们。眼下索大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顶多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一处粥棚，但不可再大肆赈济灾民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等担待不起。你们说的对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一时的赈济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，而不能一劳永逸。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，才能肃清吏治，以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免遭刘德昭这样的贪官荼毒。主子，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天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。叶欢，咱们现在有银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跟丽嫔当的那些首饰给赎回来吧，要不然回了宫里啊，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。刘小弟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啊。裘贵啊，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处粥棚，然后12个时辰不间断的施粥。哼，此人果然是一个卖直取忠之辈啊！哼，还真会收买人心。哎，万苏那里他现在去的勤吗？哈，勤着呢，每晚都要去2个时辰。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。最多每天3更他就离开了，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。他跟万苏幽会的时候，除了那一个丫鬟，就是李护卫，其他的人也近不了身呢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，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，做到了钦差。后生可畏啊！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？他现在是财色兼收，消停了。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哼，恶心？恶心什么呀？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，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。哼。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大人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他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那三，
让我先坐会儿，坚持不住了。那才，那才，拿好这个金牌，马上去找玉八赞，让他派救兵去救皇上，快去！不，我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才，你要明白，我死了，后宫里还有皇后。我们赫舍李氏还有其他的兄弟子侄，只要皇上平安，我们赫舍李氏就还有希望。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，就不光我们赫舍李氏完了，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。快走！不，走，快走！我不管，什么完蛋都可以，我不能没有衣服。走，我们走。这傻孩子，走啊，走啊！傻小子，走！跑吧，我们走，走，这儿，走。一会儿人来之后不说了。大人。祥和呀，你这伤势如何啊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祥和啊，我让你查的咱们这边的奸细，你查的如何了？还在调查之中，目前尚无进展。大人，卑职还有要事想跟大人商议。讲。家父先世之时，曾让卑职保护大人，卑职立下10年之约，守护大人10年。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，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，隐归山林。祥和呀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决定了，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？卑职生性散淡，不宜久居官场，望大人能成全。也好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人各有志嘛。不过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呢，再帮本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你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卑职定当尽力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今夜一定要潜入书府，帮我把丽嫔给解决了。大人，你是让卑职暗杀丽嫔娘娘？不错，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钦差龙三给稳住了。可这丽嫔娘娘身怀着龙胎，如若回宫之后产下皇子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给她铲除了。大人如何得知丽嫔娘娘怀有龙胎？孟护卫，这事儿啊，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书府的管家，他告诉我，丽嫔娘娘的奶娘近几日很是欢喜啊，每天都给丽嫔娘娘煲各种汤水。结果，就在前些天晚上，小姐，你再吃2盘，你现在都已经怀了龙胎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只不过是奶娘的一句梦话而已，大人何必当真？对，是一句梦语。不过这奶娘所煲的汤水之中放的，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。对于这种事儿呢，我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即便是这丽嫔娘娘她这次没怀龙种，那现在皇上这么宠幸于她，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够放过咱们吗？所以说呀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钦差大人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丽嫔娘娘，况且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。祥和呀，这样啊，今夜呢，我先约这个
钦差大人去喝花酒，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，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潜入到书府当中，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手了。大人，书剑之死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，这个时候如再杀了丽嫔娘娘，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。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，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。哎呀，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荣本官，好好的想一想。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真是一把好刀！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府尉，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观音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观音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书府管家说了，观音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书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，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，性爱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，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回了龙台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，你都收下了；我赏赐你的丫头，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你心中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书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心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岸吗？这有岸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了，
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你给我听好了！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大人，先把罪名嫁祸牛角寨，现在你又说钦差大人伪造密旨，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自从知道龙三敢劫取官银，我便觉得此事蹊跷，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。没想到，还真让他逮着了机会。溜进了龙三的房间，便发现了这些东西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看出了破绽，这玉玺还有密旨，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旨，奉旨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那封密旨，卑职仔细看过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兴许他是奉旨查书剑之死，可是他竟然胆大包天的想要插手山西政务，情急之下才伪造了圣旨还有玉玺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求贵，龙大人在儿子的脸上刻字，是希望你们能够警醒反思，悔罪改过。你们居然执迷不悟！你放屁！他龙三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一个虚伪狡诈、蝇营狗苟之辈。你也在官场混了10几年了吧？就这么点小伎俩，就把你给蒙蔽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龙大人不想与尔等同流合污，尔等居然痛下杀心。你们才是自寻死路！大人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大人，大人！也罢，我曾答应我父，守卫你10年。如今10年之约已满，我也算不负信义。刘德昭，我既已落你手里，这条命就任你处置。祥和，你跟了我10年，也守了我10年，救了我几次的性命，我刘德昭心中未曾不感激啊！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呐！你把我刘德昭逼到了绝境，把我刘氏的全族逼上了死路啊！祥和啊，别怪刘德昭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
带下去。走。离天黑还有6个时辰，但愿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。主子，索图怎么样了？苏大人出事了。我们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随行侍卫，他受了重伤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说他们在半路上接连遇到2伙身份不明的人袭击，他们3个侍卫掩护索大人和纳赛成功脱身了，但他们自己受伤之后被扔下了悬崖。那索图现在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，不知是否已经安全抵达玉巴赞的军营。所以我打算另派2个随行的兄弟快马加鞭赶去玉巴赞的军营，但是他们没有主子的金牌作为信物，不知玉巴赞愿不愿意相信，肯不肯出兵。主子，不如这样吧，奴才亲自去一趟。玉巴赞认识奴才，如果奴才亲自去说明情况，他应该会相信。那就辛苦你再跑一趟。主子，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才了。奴才也不用带什么东西，这就轻装出发。我派2个侍卫跟公公一同前去。好。不好了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，贾玉玺跟贾密旨不见了。我昨天检查还在呢，这怎么现在贾玉玺跟贾密旨都不见了呢？看来这书府当中一定有人被收买了。这贾玉玺和贾密旨已经落入刘德昭手中。不可能啊，这府上可都是舒府的老人，没理由被舒府的死对头收买了呀。树倒猢狲散，一定是有人见舒大人已经死了，这府中没有了主心骨，所以起了异心。如果府里真有内奸的话，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都暴露了？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暴露。刘德昭一定会借着贾玉玺和贾密旨大做文章，甚至对主子痛下杀手。龙小弟，现在怎么办？36计走为上策，要不然脚底抹油溜吧。如今索额图也下落不明，也只能马上撤出太原了。只恐怕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放心吧，有我跟哥哥保护你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有人来了。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龟儿啊，你能不能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啊？晃得我这头都晕了。你头晕，我心还烦呢。啊，姐夫，你看看我脸上这字儿啊，到今天都没掉下去。你说这姓龙的他多可恨呢！还有，这小子铁疙瘩一个，官场上这些规矩他懂吗？你还浪费这一桌子酒菜。要我说，人来之后直接拿下，严刑逼供之后再把他灭口得了。先不慌，再等等。哎，再给这个龙三一次机会，就当是给咱们自己一个机会。不是啊，说实话，这个龙三来咱们这么久了，到了现在，他到底什么底细我都没有摸清楚，我心里着实的不踏实。还有，如果这龙三知道了，咱们拿出了他擅杀朝廷命官、私刻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证，就此向咱们屈服了呢？就算龙三屈服了，丽嫔怎么办？
他跟咱们那是杀父之仇啊！那丽嫔必须死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个龙三真的肯向咱们屈服，很多事情他自然会替咱们遮掩的。否则的话，就送他们一块儿见阎王。什么时候来呀？他这是。龙大人，请。丽嫔还在府上吗？啊，还在。刚才他还吩咐奶娘，要众人都到大厅，随他一起为老爷的亡灵念经祈福。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没有？放心吧，我已将药下在厨房的菜汤里，过会儿就会发作。啊，我先到大厅念经，你们等我信号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家大人必有重喜。慢点。哎呀，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有失远迎啊！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哎呀，此次请龙大人过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有2件东西，想请龙大人亲自过目。啊。龙大人，这2样东西您见过吧？刘大人，哎，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？龙大人，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提醒龙大人，恐怕龙大人你现在已经犯下了灭族杀头的重罪吧？刘大人想怎么样？好啊，龙大人。那我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，龙大人，你手上也抓住了我不少的把柄。好啊，想怎么样，那就要看龙大人，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死呢，还是抱成团一起活呀？廖大人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一起活了。爽快！我就说嘛，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。是啊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太好了，龙大人，来，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。来，为了这攻守同盟，为了这一天，来，咱们满饮此杯。来。来，美酒啊！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我得求您帮个忙。何事？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儿啊，您高抬贵手，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。乔老板啊，您脸上这个墨汁儿啊，是我家那个侍女特意调制的。这没有1个月以上，很难洗净。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。乔老板，要不然您多等几日。
请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抱歉，抱歉啊，龙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啊，来。来，龙大人。哎呀，龙大人呐，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儿啊！面对着这万姑娘色艺双绝，居然是毫不动心呐！刘大人，哎，龙某也不是个不怜香惜玉之人，是，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，背地里啊，就害怕刘大人参我一本，所以只好辜负了美人了。哎，现在好了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大可以放心的，以后与这万姑娘那是双宿双飞呀！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呀。嗯，多谢刘大人玉成啊。哪里哪里。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希望你多多帮忙啊。何事啊？我们收到消息，听说这丽嫔怀了龙胎了。正是。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，这丽嫔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，在舒府小产了，结果不幸大出血，薨逝了。刘大人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刚出府的时候，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。龙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龙大人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，就算是你我联名吧。快，阁下，快点！阁下，快点！真是红颜薄命啊！皇上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肯定是圣心蒙忧啊！哎，是啊，龙大人，皇上乍闻丽嫔娘娘薨逝的噩耗，难免是有些感伤啊。不过龙大人你是知道的，好在后宫佳丽3000呀，过些时日，这事情放一放，我看也就过去了。啊，来，其实这样也好啊。舒总兵跟着丽嫔，黄泉路上总算是有作伴的了。啊，他们这一走，我们总算是安心了啊。来，刘大人，那我就不在此喝酒了。我想带着万姑娘去小别院，单独的听她弹弹琵琶，喝喝小酒，你觉得如何？哎呦哎呦，龙大人还是个急性的人儿啊！好，你且去风流快活啊。这个丽嫔娘娘的后事由我来料理。不过龙大人切记啊，这个请罪的折子要嫁接你好啊。你放心吧，龙大人。那龙某就先行告辞了。送龙大人。龙大人，请。哎，万姑娘。
好生伺候龙大人。是，小女子一定听大人的话，服侍好龙大人。只是，小女子尚有一事相求。万姑娘，请讲。听说，大人府上的孟祥和孟护卫，因为冒犯了大人而被您下了狱。小女子求大人开恩放了他。万姑娘，你为孟祥和求情，你认识他？刘大人，就看在龙某的面子上，放了孟护卫吧，让孟护卫送我们去别院。龙大人，放了孟祥和不难，不过本官有些糊涂啊。万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孟祥和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孟祥和犯了事，下了大狱呢？因为小女在裘老板府上和大人府上住的时候，孟护卫对我多有照顾，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叔父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丽嫔死了？不是，是丽嫔娘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当时我们正在诵经祈福。丽嫔呢？拿药来！小姐莫怪，我也不想害你，可我没办法呀。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搁在巡抚大人那儿了。你要怪，就怪老爷生前为什么老跟巡抚大人作对吧？黄管家，啊，郭妈妈，怎么是你？黄管家，小姐是你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老爷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居然对小姐下毒手！她不是你家小姐。她是我家小姐奶娘。小姐呢？走，搜，这边，仔细搜。走。怎么样？没有啊！我念经的时候明明看见小姐走到屏风后的呀，这屏风直通后院，这后院大门又上着锁，她只能在这儿啊，这就奇了怪了。搜，继续搜。真是个废物！你们这么多人还看不出一个女人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小人已经尽力了。这舒婉心是小的看着长大的，她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呀，又没有攀爬的工具，我就不明白。他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院墙逃走的？难不成他长了翅膀不成？不用说了，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早有准备啊！龙大人，这丽嫔娘娘现在何处？你应该是最清楚吧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刘大人相信吗？你们说我相信吗？来人，快！龙大人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信吗？不过此时此刻，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。此情此景，居然如此镇定，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。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跟本官作对到底？哈！你以为你救了丽嫔，她就可以在皇上耳边
给你多吹吹枕边风是吗？就可以免除了你擅杀朝廷命官、伪造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责吗？